爸爸，驚你 ，Let's do this， 真係多災多難，未試過嚟到風櫃咀呢度係咁黑暗。我十間正今日我係小島單車啊，我啱啱由二子坪經陽金落到嚟金山，今日我哋要去萬里上風櫃咀。或者我都有好耐冇去過風櫃咀啦，所以今日咧趁住需要練車嘅時候，就試下由萬里上風櫃咀呢條新嘅路線。我未踩過啊！咁我哋而家先由金山經過北海岸嘅台二線去到萬里。最近成日都行呢條隧道啊！呢2個禮拜經常都喺北海岸操車。呢個係萬里嘅馬速路，係咪咁讀啊個字？咁萬里風櫃咀嘅路線咧，就會由呢度開始。等我先將嗰個 course set 到馬標嗰度先。根據個馬標咧，頭嗰4公里都係平路嚟嘅。嗰度係有牌寫住去風櫃咀喺呢度，鄉道北以及啊。咁我哋又先平安渡過開頭呢3公里，然之後再嚟處理呢一個爬坡。點解咁多大車嘅？咁樣個導航有一個咁奇怪嘅 indication 嘅，向後係咩意思啊？我哋會全程都係北28，包括係上到中間分叉嗰度，我哋都仍然係行北28。Off route 喎，佢話我係冇錯嘅，可能我畫嗰條路線嘅時候畫錯咗，如果唔係即係話，一開頭大概係5% 嘅坡度啊。相比起由至善路嗰邊上嘅風櫃咀，暫時仲係好溫和。最尾嗰句我唔知啊。2公里爬坡110米嘅爬升，大概係5.5% 嘅平均坡度啊！呢一段。所以話咧，佢呢度第一段爬坡只係得2公里咧，係啱你。佢結束之後，即刻就接第2段，咁樣係2段定係1段？7% 嘅坡度啊，但係還好，感覺還好。呢度就係北28同北28之2嘅分歧點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行北28嗰邊，即係繼續上。雖然其實行左邊都得嘅。自我力量10% 嘅坡度，阿婆嘅功率，第一段爬坡完成啊！馬標話，哈哈哈，信佢一半好嘅，真係。即係第2段嘅爬坡啊，1.6公里爬升100米，根據馬標9% 嘅坡度，而家係1、2呢2段。應該要combine埋一齊，繼續維持住150到200火嘅功率，以免爆炸，亦都以免我個 pat pat 開花。我哋只要通過到開頭呢小段爬坡之後咧，就大概有5、6公里左右嘅平路，然後去到最尾個4公里咧，就比較難嘅嘢。哇！Yes. 7% 嘅坡度 ，OK。點解佢會認為呢度唔係爬坡咧？嚇？
10% 嘅坡度，又有落斜。7%，我相信完咗呢度呢4公里之後咧，就會係最尾最近嗰4公里啦。最尾係4公里爬300啊，即係大概等於陽明山巴士站上到去竹子湖。咁換算出嚟平均坡度最尾嗰段有8%，我完全 expect 佢會出現12或以上。而家海拔係幾高啊？又係280幾。因為頭先嗰段落斜，又落斜，得28 10公里嘅位置，即係大概仲有6公里會到山頂。睇嚟呢一段就係我頭先所講嘅4-5公里平路，但係被個馬標 mark 咗去到爬坡段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抹一抹鏡頭先。Hello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翻到屋企先發現條片用唔到咧，就喊咩？好 chill dog， 北28 11K， 即將去到魔王段。大概1公里左右就會開始啦。拜拜。鏡你8%， OK， 我唔介意，你一路維持落去都係8%，所以呢度就係北28之2同北28 join 翻埋一齊嗰個位。Anyway， here we go，let's do this， 10% 嘅坡度。冇㗎啦，竟然係呢個時候同我成條鏈斷咗，咁點算啊？哇！翻條鏈先，冇鏈落唔落到山咧？我想問。真係多災多難。請問呢度叫做咩地方？靈泉寺。照道理咧，落斜係會落到，但係踩就踩唔到。咁我可以點樣咧？我思考咗一陣，得出嚟嘅幾個選擇啊。第一係 call 架車直接嚟到呢度車我去士林捷運站，只不過呢度係新北市萬里區嘅山區，咁即係有啲咩影響呢？我都唔知喎。第二個選擇係推架車上風櫃咀，然後再睇下風櫃咀有冇人咁巧搭架的士上去可以救到我啦，又或者試下由風櫃咀 call 車落山咁樣。第三個選擇係喺冇鏈嘅情況之下，由風櫃咀下滑到滑唔到為止啦，至少去到台北市區先啊，去到嗰度再研究可以點樣。好啊，咁我決定行呢3公里上風櫃咀，然之後睇下冇鏈我可唔可以下滑得到去到士林。呢度海拔只係340幾啫喎，要上到600喎。14，仲有2公里到達風櫃咀，但係去到風櫃咀又如何？我唔確定要唔要踩架單車下環，踩架冇鏈嘅單車下環，即係冇得踩啫，但係有得 break 噶嘛。有個400，有200，就2公里。咦？咁咪即係成10% 平均坡度？我可唔可以偷雞喺呢度
滑少少咧？其實冇可能咧。好啦，就係咁多啫。呢度就係嗰堆連續 pancake 啦，唔應該好快到啫。1.2公里，加油！就1.2公里到風櫃咀啦，不如喺風櫃咀 call 車算啦。我有啲驚，冇鏈口啊，而且我落到支線路又遠。哇！風櫃咀，呢度我哋翻到嚟台北市先，跟住咁點咧？我要哭了，我真的要哭了。好啦，咁就叫車，未試過嚟到風櫃咀呢度係咁黑難。結果係我呢張單冇人接，冇任何嘅司機願意上嚟風櫃咀，咁所以睇嚟我就需要自行下滑啦。唉，嗰啲細路仔嗰啲，啲單車又睇住我喺度推車，落山但係上車，佢應該可以滑到啦啩？佢動力唔夠。One eternity later. 起碼我翻到嚟士林先，我係喺各位。而家我架單車係冇鏈嘅，嗰條鏈係斷咗，俾我收埋咗嘅。落到士林之後，應該會去圓山嘅單車店。佢仍然可以係以10幾呢個速度繼續碌喎，碌得幾多得幾多。我只係出嚟練一轉車，居然架車就得到一條新嘅鏈條啦！我由萬里嗰邊將架車推到上風櫃咀，跟住再由風櫃咀先到落嚟台北，然後再搭鐵運嚟到圓山站嘅車店呢度，好黑難啊！所以你哋片幫我撳 like、撳 share、撳 subscribe， 我係小島單車阿島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！頭先嗰啲唔叫爬坡，反而呢個叫做爬坡，係好嘢啊！係風櫃咀啊！但係落到支線路咁，跟住點咧？係個好嘅問題嘅，好黑難啊！